花市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2，旧历的正月19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高雄发生着枪战，相反去予警察开枪来拍死。这是发生伫高雄鼓山明城四路美术馆的附近。早起的9点左右，这个附近的民众听到枪声，活要惊死。讲是嘉义的警方甲刑事局在围捕一个通缉犯，这个嫌犯疑似大打电枪要来车拼。这个关键回击，嫌犯是吊枪死亡。来看这个画面，会当看到现场大批的警力前后包围这个讲绑票卡油的通缉犯。这警察是举枪大声来喊叫这个歹徒都要落车，但是对方拢无动静，双方就安尼对立几啊分钟，现场的气氛是真紧张，一直到这个歹徒疑似开这个车窗。等伊的枪要来车拼，警方是马上来开枪。这个歹徒掉枪上病院时阵，已经无呼吸心跳了。